平時即係翻工點樣去指導啲人咁樣？迪士尼站嘅大家都聽慣咗啦，市區站啦，咁其實都會有唔同 rap 嘅，即係扶手電梯上冇分左與右，繁忙時間請大家幫忙，兩行上大堂。咁你聽落去，大家都一齊幫手喎，咁其實大家又會願意合作啲，咁成個旅程又會開心啲咯。做咗呢份工咧幾耐啦？做咗8年，18歲開始第一份工就係呢份啦。通常係咪你自己作咁樣㗎？全部都係我自己作㗎，即係都係翻工諗下，到底點樣可以聽落啲乘客舒服啲？佢又肯聽我講嘢，因為大家日日都聽嗰啲請勿靠近車門嘅廣播，已經自動過濾咗㗎啦嘛。我跟佢講，大家又唔會聽我講，冇連結咯。即係點樣係保持住依家翻工份熱誠嘅咧？我覺得你係好有衝勁咁樣嘅。即係我哋有個花名叫波板糖人，即係日日企喺個月台嗰度講兩句。但係其實唔係嘅，如果你細心留意下，你每一日遇到嘅人、遇到嘅事都有唔同。咁可能有個客要你幫，又或者可能有個客佢唔開心，佢揾你呻。其實呢一啲都會成為你每一日嘅點滴。香港人可能成日都好大壓力啦，有啲咩 tips 去俾佢哋去保持住翻工嘅熱誠咧？送大家8個字啦，我哋翻工盡忠職守，都要盡忠職守。唔開心嘅嘢留低喺職場度，翻屋企瞓咗覺，聽日再嚟過。冇乜嘢係第二日唔可以重新嚟過嘅。即係希望咁多位香港人嚟緊呢一年唔使 OT， 盡忠職守，開心常有。OK，thank you，超多謝，thank you。